Alcon Alive 智能運動手環能夠追蹤中度至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時數，簡稱 M3PA、心率區間、運動時間、步數、距離及卡路里消耗。另外，手環可以連接智能裝置，透過應用程式顯示各項指標及數據，監測健康指數，例如 BMI、壓力、HRV、心率變異度、血氧等等。應用程式內設有多種運動模式及記錄，並設有朋友大挑戰，可任意設定以步數、卡路里或 M3PA 為目標的挑戰。還有體能活動遊戲，一共10級，每級別都設有不同的運動目標。Alcon Alive 智能運動手環使用藍牙 5.0 版本，功耗低並允許設備以2 Mbps 速度作傳輸，配合心率分析系統，可以更快更穩定地接收數據。手環可以輕鬆地連接到安裝在操場的藍牙網關，網關的數量會因應場地大小、在場環境等不同的因素而作出調整。心率分析系統能夠連接到大屏幕，實時顯示心率、運動時間、步數及卡路里消耗，方便老師評量學生體育課堂表現。若學生心率到達最高訓練區，系統會將該學生背景轉為紅色，提醒老師適時調整訓練，避免過度疲勞。手環設計可供多個班級使用，教師可在每節課堂開始前根據預設班級，輕鬆上載和下載學生的參數及運動數據。未來，我們將新增課堂分組比賽功能，每個班級能預先分成最多4個小組，並透過步數、距離、卡路里消耗以及中等至高強度活動時間 M3PA 等指標的總和進行比賽。活動結束後，教師可以點擊學生的個人方塊來查看學生在課堂中心率區間分佈及持續時間。教師亦可透過內容管理系統 CMS 檢閱和下載學生記錄。總覽頁面顯示了每日學生平均步數、參與率、運動數據及學生排名。咁呢個手帶同埋呢個即時心跳率嘅平台咧，就可以幫平台咧心跳率嘅可以設計一啲更多元化同埋有趣味嘅體育課堂啦。首先呢個平台咧，其實提供咗一個即時心跳率同埋呢個燃燒卡路里嘅資訊啦。咁咧就可以咧幫助老師咧喺體育堂上咧做啲相關性主題嘅學習，咁咧令到個課堂咧更有趣嘅。